家嚟呢度參觀一個展覽，解密達芬奇跨時空科技與藝術重現。除咗介紹達芬奇嘅生平，展覽裏面亦都展出咗佢好多嘅手稿，裏面亦都介紹幾幅曠世名作嘅創作過程，其中包括《最後的晚餐》。500幾年前，達芬奇就有好多超前同前衛嘅構思。礙於當年嘅科技發展比較落後，同埋材料嘅限制，有好多設計冇辦法實現。而現代嘅科技進步，可以令到達芬奇當年嘅某啲設計可以喺而家實現。喺展覽會現場就有幾個參考當年嘅設計手稿，用現代材料而製作出嚟嘅實物同埋模型。達芬奇被譽為歷史上最偉大嘅天才之一。佢喺藝術、建築、醫學、物理工程等唔同領域都有非常傑出嘅貢獻同埋成就。即使係幾百年後嘅今日，都對我哋嘅藝術、發明、創造有非常深遠嘅影響。講到達芬奇，又邊可以唔提呢位女士呢？展覽裏面介紹咗蒙羅麗莎呢幅名畫嘅繪畫細節同埋創作過程。現場有一個打卡點，等大家可以成為名畫嘅一部分。平時要睇廣州塔都係喺戶外睇，而呢度有個隱藏嘅打卡位，廣州塔係可以咁樣睇㗎。